真侪人其实嘛无偌济，一部分的人，一部分人啊，叫做一部分的人尔，一部分遐个人就解说，逐个媒体佮政治的解说下，因硬叫咱就袂使讲台语，硬叫咱多数就袂使讲台语，啊，咱就要安怎？台语敢袂使叫做台语？咱先为各方面来看啊，我分做几个角度啊。第一个就是讲为逻辑研讨，你读铁海读逻辑的课嘛，对无？就咱拄才讲的我是人，并无代表你就毋是人啊。你嘛是人啊，我也无否定你啊，无否定你嘛，对无？共款，我讲的是台语，敢有讲恁讲的毋是台语？不管你是咧讲客语啊，讲啥的，我敢讲我真咧讲台语尔，我也无讲你讲的毋是啊，是你家己要对号入座的啦，对无？你家己要安怎袂想好角度，就逻辑上来讲是安尼啊，对无？咱搁举一个比如讲，就讲，我先台，我是先台教，我是先台，若照因遐反对台语的人的概念来讲我先台，我就毋是台湾台，好无？我名无叫台，我就毋是台湾台，好无？我先台嘛是台湾台，好，敢毋是？对无？搁来台南。我原底是高雄人，但我即摆选去户口选去台南嘛南部的城市都是台南的啊，凭啥物台南叫台南？对无？再讲台南人的，对无？凭啥你台南叫台南？我高雄嘛台南啊，嘛是台湾南部，敢毋是？我屏东搁愈远的，愈南边，敢毋是？我荷兰边来的，对无？我屏东是敢毋是台湾南部？但是有人会抗议啊，对无？无人会抗议台南嘛，对无？是安怎咧抗议台语这个名词？逻辑就有问题啊！迄个叫迄检验考一下逻辑看考会过无？你该考试着吼。所以就足无明显啊，尤其最近有一个原住民的，原住民的位叫做天才吼，这人是足天才的，这天才，这够天才。伊本身我看伊介绍伊官网伊讲是阿美族。阿美族一般会叫阿密斯啦，毋过真侪阿美族的我叫阿密斯，因为阿密斯是歧视讲你放人，迄是卑人族的人，因为阿密斯的人并是卑人嘛，卑人族的，卑人族你叫迄个放的啦，就敢若台湾放人所以一般的阿密斯无爱叫阿密斯通常会叫我，伊会叫伊家己讲，我叫做绑扎，绑扎呢，根据迄个原住民族委员会，你甲你查，伊网站家己就介绍，伊讲各族群的名称由来，你甲查阿密斯的人，意思网站是人的意思嘛？若安尼，若照迄个情况，我毋甲甲控制的。因为天天在讲咱台语电视台袂使叫台语电视台，若不爱叫闽南语电视台。我讲安尼，你嘛袂当叫网站，甲咖喱是人，我拢是人若照迄逻辑，咱拢是人的，因为网站的话是意思讲伊是人啊。这毋是啊，绑架是安尼啊？原住民足济啊，像我之前著名沈迪赛德克巴莱，赛德克就是人的意思啊，赛德克族，沈迪就是人啊。你讲迄个番茄达悟族达悟嘛是人的意思啊。敢介伊是人，咱就毋是人，咱莫甲抗拒白啊，咱嘛尊重伊啊，咱感觉伊用伊的原名，这做好用，敢毋是？对无？所以这个我们惊啊，伊这所以我感觉现在伊逻辑可能有问题咧，真奇怪咧。再来，除了就逻辑的角度来讲咱另外一个角度是为历史的角度来讲，咱先就历史来甲看这台湾话由来，常常讲你袂使叫台语啦，我嘛是台语啦，客语嘛是台语，我这嘛是台语啦。因迄拢对台湾历史无了解佮拢想讲自古早以来，敢全台湾叫做台湾其实毋是安尼啦。上古早台湾的由来是为对来，台湾人上古早安平遐叫做台湾，后来变做台湾上古早台湾是即摆安平的，台南的安平的。
啊尾啊，豆啊，清国占领台湾的时阵，伊搁伫即摆即个台南设个台湾府城，就咱有外拢讲啥物东门西门，还讲像咱新界遐嘛就小西门，就遐个城门嘛城门，迄叫台湾府啊。咱即摆看者这是较早的地图清国时代的地图，这台湾县的境图内底啊遮这是台湾府城，咱放大台湾府遮，就是清国统治台湾时阵，伊设台湾府，迄当时台湾府的府城的所在，就敢譬如说咱即摆市政单位、市政府设的所在，用咱即摆看，古早的市政府。台湾府市政府就设伫即摆新台，搁来遐个城中，这是台湾府嘛，这台湾府啊，所以古早呢，是古早的时阵呢，咱拄则讲，伫中国迄边本来就怪事啊，你漳州人讲漳州话，泉州人讲泉州话，福州人讲福州话，所以共款嘛，是清国统治台湾，伊甲遮叫做台湾府嘛。所以台湾府遐人讲着台湾府的话啊，台湾话啊。所以一开始上台湾台湾话，其实是记台人尔，上开始记台人，是记台人安尼。咱即摆搁看，这嘛是较早台湾府的报道，台湾府的报道咱再来看，咱拄则讲迄清国时代话，你看西洋人话嘛拢共款啊，你看，这是法国人话而且品质啊。台湾台湾的前身的迄个台湾迄个名，如讲台湾或者是佛摩萨，搁来像即张嘛是，即嘛是台湾对无？搁来其中较下骹遮，咱看那个放大台南遮了嘛，伊嘛飘台湾或者是台湾，所以就是上核心。记台南叫做台湾府，是遐咪叫做台湾嘛。所以遐人讲的台湾话是尾啊，豆迄台湾府愈来愈大，尾啊包含规个台湾，才叫台湾，是安尼来的。所以上古早台湾话是记台南人讲的话名嘛，是安尼来的。迄甲原住根本完全无伫内，因为过去你若看西方的文献，原住民一直叫佛摩萨，佛摩萨的。原住民，或者佛摩萨的起价，一定用佛摩萨。你若佛摩萨就是记原住民，是早一个文献，拢是安尼啦。若记遐个汉人，迄个汉人了北部同阮的遮个，像咱遮个人呢，就叫你台湾人。过去就是安尼啊，是即摆人伊遐个毋读册，捌字也无卫生，甲迄人参讲啥物咱霸占着台湾人即个概念，伊无想讲。概念是咧慢慢扩大的嘛，较早台湾是记台人尔嘛，是历史上是安尼啊。像即点嘛是咧吼，这是到19世纪的时阵吼，即个迄当时的英国人，迄个驻台湾迄个领事馆的副领事呢，伊画图遐看，伊遮呢，伊遮嘛偏台湾，我放大一点吼 ，TAIW，台迄个台湾伊个台湾是话，即摆台人。因台湾是台人，是安尼来的。是尾啊，因清国才甲规个台湾叫做台湾省，才规个迄个扩大，为台人变成规个台湾叫做台湾。其中有段时间，台湾是记台中的，伊即摆就了，迄个有一寡变动的过程总讲一句就是，古早台湾甲即摆台湾是无共的嘛。你硬后讲咱讲台湾话，台湾人，这就是安怎？尤其若甲原完全其实无关系嘛。完全就叫佛摩萨people用佛摩萨的 indigenous 就用佛摩萨，都足清楚分开的所以像这概念呢，其实这台湾话台湾人的概念，到19世纪尾期就愈来愈明显啦。这毋是我甲你讲的，这包括书面嘛。老先生嘛讲，伊册拢有写嘛，台湾民族的形成伫19世纪尾就已经有迄个土土的即个民族的前期啊啦，迄个奠下迄个基础啊。到日本统治了，迄个
愈来意识愈来愈坚定，吼，因台湾人意识愈来愈强化，是安尼嘛，吼。所以你也看哦，为日本时代，因为日本统治50年了，到1945年，哦，遮个中国人来到台湾了，伊拄开始嘛叫咱叫台语啊，这正平这是迄个有插图去啊，咱看倒手边这是原来吼，这是当时呢国防部。包括迄当时的所谓台湾省政府拢出过，叫做驻英派绘画，还有抗蒋介石的蒋中正，像咱遮嘛咧国防部吼，伫1958年，你看到1958年是伊印的册嘛，佮来写台语的，也就是因拄来迄10统当吼，伊拢嘛是叫你台语啊，你像较早迄个因所谓台湾省的国语推委员会，因出的册嘛是叫迄个。台语的迄个注音符号啊，伊嘛是拢叫咱台语啊。因家己来记啊，蒋介石嘛叫咱台语啊。是尾啊，伊才嘛对呢。咱爱甲消灭台湾意识，去台湾化，爱加强中华文化复兴。所以到1960年代才开始讲，爱改名改做闽南。所以闽南迄是国民党学出来呢。咱中国嘛无利用闽南，你来看。早前传教士，因为19世纪编的遐个册、遐字典，无一个叫你闽南的啦。因上早来拢一开始拢叫福建话，但是尾来发现哦，福建内底足侪无共语言啊，所以尾伊直接讲，伊咧漳州话，无泉州话。你若像马街吼，马街中西字典，伊直接来讲你即个福摩沙语言啊，你着台湾话所以。伊为传教士无人去用闽南话啦，闽南迄是国民党因的，因为福建简称叫闽南，所以无才叫，因为福建人的，无叫闽南话，用闽南话上处理来啦，用闽南来处理台语，要甲台湾的台语先消灭掉，是安尼啊。即老啊政府一开始嘛感觉嘛叫咱是台语，是尾来感觉讲袂使，爱甲咱甲遮个记忆啊풀掉，是安尼来的，所以呢，咱拄则讲，迄是就历史的来讲，台语蒋介石就搁签名较紧仔的对无？搁来像讲，搁另外一个观点，就主体性来讲啊，咱拄则讲啊，咱伫中国遐政治话，咱嘛叫漳州话、泉州话、厦门话啊、福州话啊，迄个拢会成立。偏偏是安怎台湾成立？就伫遐讲吼，台湾人是讲台湾话，若要安尼讲吼。广东话嘛袂成立，客话嘛拢袂成立。广东话嘛是讲广东话尔，咱等下来看一下地图吼。所以你来看，咱遮厦门话就代表厦门嘛，台湾代表台湾嘛，哪有差毋对？感恩的，像迄个，你也放一点嘛，个气势，好好来。所以呢，台湾话基本上是咱成立的，当然啦，我台语甲厦门话到底是啥物关系？会通也袂通。当然，台语甲厦门话大多数是会通无对啦，不离个呢，嘛无完全100%共款啦，因为咱台语来到遮了呢，尤其是。那古早的时阵，伊有漳州、泉州、厦门来到台湾苍苍南南了，搁来有少数的荷兰话，嘛有平埔族话，搁有足济遮自己的少数来遮个少数来了，大本土化，迄拢变做台语啊。话人讲，遐外来语要安怎才能变做台语？迄是定义的啦。一般伫你的较顶头是定义的啊。然后迄个物件，譬如讲吼，谢谢。谢谢咧，说台语来华语，谢谢哈，谢谢，咱传统台湾多谢努力感恩谢谢，我嘛是包容我怎包容？你是华语来，外来语会使我包容你迄是我讲法其中一种但是你要叫我接受有诶讲法，你已经分好我无法接受因为迄一定的定义
通常咧，你一个外来语，敢若变做红讲你去本土化，你着爱问迄个去做调查。迄阿公阿嬷袂晓华语诶，伊嘛听有细细，安尼好，我认为迄就是已经普通话。哦，譬如讲像我阿公阿嬷，伊袂晓讲细细诶，伊嘛听有啊。啊，像讲小姐，我会记，我做爱像咱阿嬷较早讲，迄老小姐，哦，迄台湾式诶，迄二小姐，我会当讲迄个算是迄个时代较歹一种诶外来语讲啊，好 OK。啊，迄个别的事咱来接受，因为因毋捌华语，阮阿公阿嬷捌华语啊。袂晓捌听诶，但是伊少数诶事，伊感觉会当，伊欢喜感觉要甲吸收好，安尼我嘛当接受。但是并无代表我要来全盘接受你华语当做台湾本土语言，迄是两回事嘛。就亲像讲，咱嘛吸收一寡日语，还讲吸收一寡英语嘛有啊，对无？但是你袂讲英语是台湾本土语言啊，外来事会定去嘛。所以你看咱日本就是安尼，咱在座位咱日语就知，你日语内底。你要变做日语，伊有一定会听顺嘛。通常拢差不多一两代30-40代过，所以你看伊骹若会转换，哦，原底是用即个片假名，啊尾会改做片假名啊，表示伊应该接受啊，变做在地话语啊，咱有听顺嘛。啊，台湾是无主体性啊，哦，人参啊，啊就讲要表示讲台湾文化，哦，即摆台湾人拢做讲台湾文化。啊，其实迄拢是啥？你社会家己文化啦，无主体性啊。咱毋是摆伫外来，就是你要吸收外来的进程，你家己主体了有外来爱起来知啊。啊，台湾人是讲外来较好，家己就上摆，这是病的，这是病的文化哦，啊，所以咱即个台语，咱现主持的台语甲即个下两话呢，虽然可透90%会通，但是呢，基本上。就主体性来讲，咱还是要叫台语是较好势个吼。啊，咱嘛尊重伊要叫伊两话啊，咱嘛 OK 啊吼。来后一点，搁试一好来。啊，搁来讲着即个腔口问题吼。诚侪人嘛，搁会讲啊，咱台语啊，你这是较漳州腔、泉州腔吼。那我搁是要啥？尽量莫去讲啥物漳州、泉州腔啦。迄若少数人做历史语言学。会人要溪考迄个外紧，迄个人读甲读书互伊溪考迄，但是一般人就无需要嘛，对无？就讲历史讲吼，咱讲科目最重要，科目最重要个啦。但是教需要叫你逐个读科目，读甲读书。我若要排路边摊诶，我科目读甲读书要创啥？对无？你着有兴趣诶人去读就好啊。共款嘛，你要溪考遐历史上诶历史诶语音安尼变，迄学术自由。迄你会使去做，但是无需要叫大家来学遐物件啦。因为你伫台语推广顶啊，无讲遐也袂死啦，也袂安怎啦。你讲迄是假，造成复杂个啦。足侪人爱讲迄是安尼，我若无讲这吼，我就突然讲我较干，会使啊，就爱讲互你听拢无，安尼是啊。迄拢是中国文化，中国人上安尼，明明就足简单，你爱讲互你听拢无吼，安尼表示你较学问啦。但人西方无共诶。较早美国读册时，我们写论教书，指导教授嘛，千交代万交代。你文章爱互人足简单诶读，迄较是厚。啊，你若中国人爱写互伊读拢无，迄较是厚。真正迄完全倒变诶铁学思想哦。啊，所以其实咱台湾即摆你着台南腔、宜兰腔、台北腔，安尼就好啊咧。哦，啊，你嘛毋免特别去讲，一定爱学啥物腔，除非你是。要做研究诶啦，无你着足自然去甲记，你着来记讲吼，你若是南部，你着自南部去哪去教就好啊。啊，你教时你咱讲有当时啊咧，你来看你诶囡仔诶程度，你若讲吼，读甲高中大学啊，伊有可能去外地直接伫外地县市诶啦，都你来加减啊学啊。啊，譬如讲像我读大学，我原底高雄人，去到台北读册诶时阵，对无？我去读书，啊就迄种讲，咱话这起码来听，听得怪怪，哦，话听无啥有，哦，所以你一开始细汉免学外面，你较济较大了，你才了解各地有啥物腔，安尼就好啊。啊，你用足自然方式去学就好啊。你着像英语内底嘛是有腔啊，哦，甚至伊共侪字嘛无共会发音啊。比如讲英语会讲 either 啊，话念着 either 啊，然后嘛是有迄啊，但是着当作自然，迄个无共读法就好啊。
对一般人来讲，你免去分别讲，这是啥物腔啊，伫遐背遐记诶，无出来。迄是少数要研究来去提高无紧。哦，这是我诶一寡见解吼。啊，再来，就世界顶诶关宣言来讲啦，吼，咱本来咱就有权利用咱家己诶名声来互咱家己诶名，这是咱基本。